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成为台湾最有名的企业家，就像郭台铭一样。最好是啦，何东强，听你在臭屁！我胡志辉要发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奉献我所有的心意，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哎，同学，要讲具体你的职业。我只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生养个女儿一个儿子。我最想要跟林如云在一起了。哎，海雪球，你到底要当科学家还是当爸爸？那我还是当爸爸好了。我觉得当一个成功的事业人，背后要付出很多辛苦的努力跟代价，所以我只想当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还有，希望大家不要再叫我外劳、新台湾之子或是混血。虽然说我妈是印尼人，可是我真的希望我可以一直住在这。我真的很喜欢台湾。虽然有多为财政措施，不过条件下，社会中产阶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台北历史上历史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前面仲会害到社会老民众陷入悲惨的困境。国际原油价是持续攀升，加上台湾连续8年经济负担，政府当局积极兵力扩散，无法支撑高铁火力发电设施的正常运作，也对台湾高铁原本就已经当实行的天然供应问题，威胁雪上加霜。日本业就一个议题，来宾访问到资源能源专家去讲理。绿色能源其实是许多先进国家现在最主要的能源供应管道，像是印尼啦、柬埔寨、越南、中国大陆，还有泰国等等。这些国家呢，都因为在21世纪开发了绿色能源而跻身世界强国。反观我们台湾呢，在绿色能源政策这一块呢，Pelita Taiwan sudah membuktikan perkiraan kami. Saya akan belajar mengajukan permohonan terhadap SALS. Tolong kalian juga belajar menyelesaikan masalah ini.
Saat ini di Indonesia sudah tidak ada masalah dengan pajak, kita hanya tinggal menunggu Taiwan sana. Gala-gala pemerintah Taiwan.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你继续里面，继续里面，快点，继续柜台里。不要伤害人。来包烟给我，快点，来包烟给我，快点，丢进来，丢进来。傅知肥，我係做票煙啊，唔記得冇？哦，你好冇？我無限。家下有唔報警哦？唔是啦，安尼真係冇相干哦。知肥，我天花幾多號啊？我天花快啲咧。嘅我先來去哦。好。话费已逾期尚未缴纳，请您尽速缴款，谢谢。喂，請問係何東橋冇？是，請問你號碼真的都沒變呢。唔會15年了哦。請問係？我係朱曉燕啊。朱曉燕，唔轉台灣的哦。將將來2禮拜，我嘅公司可以分公司，我係來聽書的。驚咯！係根本將對上海轉來，也2-3年都伫機片做事啊。轉來點了哦？按如何？幾位見面咯？好啊。今日再甲咱唔講一則好消息，我要結婚了。恭喜咯！嘅聽說我老太家前過來，真定咁久冇見面呢？好啊。嘅我老媽您有聯絡啦？上海我老朋友出同天發，我送拜黑我去上海之前，沒有一段時間呢。真勁咯！假號碼冇辦咯？應該冇啊。嘅幾點唔愛結婚喎？係咪老幾講呢？我想。嘅我老貼嘅全部我打本機，做安喲。喂，曉燕。哇，好漂亮哎！多少？拍了。这么贵老公，你干嘛？你快点！好啊，你闻闻看，它有淡淡的味道。有吗？可以折扣吗？没有啊。细细闻，只有一点点的味道而已。我来拍照。快点！谢谢啊。来了来了。今天天气真好。
马上回来喽。你到底要我讲几遍啊？我们就是不适合啊！你要听几次这样的话？还有，你不要再打那些没有显示的电话了。你用什么电话打来我都不会接。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没有感觉了，我们分手。是初哥又生气了？没有啊，就打来撸。谁？还有谁？之前跟他讲多少遍了？我跟你讲，不要对女朋友太好，太好到时候分不开。经典语录啊！哼，你是听不懂中文是不是啊？喂，我是周小燕啦。周小燕，呀，同学周小燕。国中那个周小燕哦。错啊。哟，你中了头发了呀？错啊。結叫冇看到嘅哈，聲人妖啊？差唔多要咯。你要不要做嚟做嘛？學堂強開健身呢，但要多多付支持哦。大家真係咁久冇見面呢。Anyway，要不然大家聽說愛見面，拜拜。啊？小姐，你們盤子沒有擦過就送上來哦。不好意思。哦，換一個。哎，你这会不会太夸张了？不过这一点点水有差吗？还不知道吃下去。是他們誇張吧？這本來就應該擦乾淨的啊。没，算了。人又长得不怎样，又不给电话，还拽了258万4。不会啊，我觉得粉红色那个还蛮可爱的。我跟你講，這種妹不能這樣對付。你們給我5分鐘。好，粉紅色的我要電話。啊，等着看。先不好意思哎，我电话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哦。我不是來要電話的。我想來請問一下，你們身上有帶鏡子嗎？镜子没有哎，怎么了嗎？難怪。哎，不過如果你們身上沒有帶鏡子，出門前應該有先照過鏡子吧？我剛剛坐在那邊是覺得有點好奇，怎麼有2個蝦妹敢坐在這裡？哎，你現在什麼意思啊？啊，我的意思是說，我剛剛坐在那邊的時候，我有點好奇，這裡怎麼坐了2個相貌普通，穿衣服品味也中下，化妝技巧也不是很 OK， 而且我走近看的話，頭髮好像還分叉。小姐，你的衣服起毛球還敢穿出門？先關你什麼事啊？我其實是這樣子覺得了，我覺得其實你們身材還不錯，但是如果臉的話，找一個醫生幫你們弄一弄，應該會不錯哦。這個眼睛好像有點太開了哈，鼻子好像也歪一邊，你嘴唇如果打2針的話，應該會很正。那請問你自己就長得很好看嗎？哦，抱歉，我對於我的相貌跟你抱歉，我也帶我的朋友跟你們道歉。因為他居然跟2個更瞎的蝦妹來要電話，人瞎就算了，人長得瞎就算了，不要再染上公主病。你們覺得在這裡喝咖啡就會比較有氣質嗎？你們覺得全世界的男人都應該過來跟你們要電話嗎？如果人不喜歡照鏡子沒關係，回家多念點書還是可以的。哎，你有病哦！我不是要你帮我要电话吗？
不智慧今天有班吗？他上夜班。哦，谢谢。小朋友，你的手套。对不起。我不是小朋友，我是 KG。哎，潘局长，你要喝什么饮料？林奴鱼，你要喝饮料吗？怎么又是你呀、烦哎！还是你要吃糖果？饮料还我啦！哈哈，他不理你吧？谁叫你要拿我饮料？你要喝饮料吗？哦，不要，没关系，谢谢。那我买糖果，我们一起吃。走吧。哎，何东强，干嘛？你这么热，干嘛穿外套？我不是小朋友，我是 KG。你要喝饮料吗？哦，不要，没关系，谢谢。那我买糖果，我们一起吃。走吧。哎，何东强，干嘛？你这么热，干嘛穿外套？没事啊，周元已经哎，你要去哪？买单。还有他们的。75。谢谢。拜拜。注意啊嘛！你们唔好介别搞啊，安危险嘛！哎，管下伢来好嘛，当你都去搞。伢来係伢來啊，先認真嘛，最好愛搞。無輸搞的啊！東強，困下。用的喏，東強。我啦。我呀！要出。哦，哇塞！两山很僵哦，去拍跨沙小哎。哎，迄老先生讲啦。还要走，两师傅形象啊。好啊，哪去啊？哦，酸的啦，唔是老计种唔计高，唔會老記到計高，記到就記起父母。迄無老娘爸講，迄娘爸同先生講。哎，冇向老講法，係嘿嘿拿把去啊，冇用啦，阿父夾把迄加種非種，連高種都驚記呢。跟兩隻父娘幹啥？咪講一兩句好啊。唔過人家做冇事情，記到是不會更嚟更快啊。錯啊，香港記到係欺負1年生呢，亞條路饅頭很快哦。其他條總係看唔慣捱成之後，要做班長，我去查其他條就好啊。人就連下起來啊！錯啊，領導意識，阿父幾條人就唔敢欺負安尼啊。冇可能啦，其他條當年都未生捱，也好去高鐵，我去做班長就好啊。我知道，阿父幾條人真認同唱歌，迄下家都唔敢講聽聽，迄講應開始反抗。聽說有東東人參加，唔得講錯冇。哎，唔對冇看天要，邪不勝正啊！後年開始，每本領導都懂參嘛。佢咩係一回事啊？個冇，佢係喺愛本你大啊。愛冇啦，起冇，MP東用強下。冇嘅啦。因為喏，冇用嘅。就會冇呀！哎，東強，東強，
通强。好来，弟弟来，我菜给你传好啊，来。阿姨，我还有那个时光。好。现在买得到哦。哦，对啊，因为我爸今天要回来吃饭。阿姨。好，我送你几个菜来。好。我多送你2个菜。好，谢谢阿姨。好。谢谢阿姨。紧等我找你钱。好。好来。谢谢阿姨。好，紧等哈。阿婆。阿妹。哦。志飞啊，买乜嘅？买几轮糕啊？Samsung 很远呢。好。你生日啦？唔系啊，迄喇叭生日。哦，还有一只胎送给你，同阿爸一下试啦哈。哦，做不得啊，做不得。你试下去，哎，按乖哈。哦，按住先。好。按住先。阿婆再见。再见。喂，爸。啊，志飞啊，嘿，无爸今暝要较安全呢，嘿，乜个食饭哦？哎呦，唔现实啦，吼，哑巴统统个无限呢，好，唔是等下啦，好，现实了哈，好。哦，好啦。làm trai say mê mà yêu nước em nỡ già nào em nỡ già nào trách mối tình ơi hỡi chàng chàng ơi hỡi người người ơi em nhớ tới chàng em nhớ tới chàng hãy nín nín đi con hãy ngủ ngủ đi con hỡi mà con hỡ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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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ỡi con.哟，让我摔到人。志平，志平，你又摔到人了？爸，真的了。赶紧去健康水啊！好。爸，是几轮搞啊？
爸，生日快乐！免骂嘅。来，食给咱家。好啊。我唱歌的啊。好。祝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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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要不然哦，我你是了。还有一下啊，来。爸，红虫咯。哦。今日去图书咯。还是你呀哦。好。等你，等你，我们已经等很久了，好不好？哎，我儿子上课要迟到嘞，你快一点呐！啊，我看到了啦，快点啦！小孩子早上拉肚子。哎，你拉肚子关我什么事啊？你也莫名其妙哎，这个明明是无障碍空间，你们搞这个东西，然后就有障碍了，不是吗？没有啦，怕摩托车骑上来。什么叫摩托车骑上来啊？这边这么多摩托车，你是瞎啦？这是你的工作不是吗？你们很奇怪哎，搞什么东西呀？你们这样子一弄，我们就很不方便哎。人那么大一个个子，那钥匙都找不到，你到底在干嘛啦？笨得跟猪一样！不管了，明天都给我拆掉啦！你要人家帮忙，还这种态度，等下你自己锁啊！你喂，什么东西呀你？哎，越南会。阿松，这我妈妈。哦，阿松妈妈早。你好，同学啊。对啊，他是我们班的越南外劳，他叫胡志辉。你很没有礼貌哎。同学，麻烦你帮我推一下，我来处理这边好不好？好。哎，谢谢谢谢。对，快点帮我推一下啊。哎，你可以让他过，对。好。哎，谢谢。同学，我们一路嘛，等一下一起上课好不好？好。哎，谢谢哦。哎，麻烦等我一下哈。好。哎，等我妈一下。哦，好。好，来，走。知道了。好。哎，你很聪明哎，哇，很会推哦。哦，那个自然老师哦，真的很鸡耶！说什么我作业写错，我看哦是他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吧？哎，越南辉，等一下作业借我看一下。好啊，可是我没写完呢，有些不太懂的要按合动墙。哎，你功课不好就多问同学啊！什么叫做老师有问题呀？没有规矩。哦，好啦，妈，你不是很忙吗？你赶快去上班啦。我没有把你送到学校，我怎么上班呐？不用啦，有胡子会推我就可以啦，反正他顺路。真的吗？好啊。同学，如果你真的能每天来帮我忙的话，阿姨会很轻松哎，谢谢哦。不会啦，妈，而且你可以不用来啊，就以后他来就好了。在讲什么啊？只有一个人怎么可能啊？这边我不放心啦，不行啦。你看，来，同学，我来，这个你压住以后，然后你要这样踩下去，印尼燕，大陆强，快来帮忙啦！妈，你看我朋友很多吧？他们都是我同学啊，快点啦！他们可是新台湾之子哎。同学哦，这是一个新团体的名称吗？以后啊，你们每天来接我上学就好了，妈，这样你就不用来接我了。他们每天啊？每天哦，我要早一点来学校念书哎。可是阿姨，我常常迟到。这样哦，你们都同班同学嘛，哈，那你如果愿意来送阿松的话，
我会跟你们老师讲说你在做好事，然后请他帮你记功，哈。那你如果常常迟到的话，你准时来送我们家阿松，你以后上课就不会迟到啦。这样子也算互相帮忙嘛，哈。阿姨，可是我那个……好啦，不要讲那么多可是了啦，拜托啦，你帮我一下嘛，好不好？好啦，我们就帮他嘛，反正上课也是顺路啊。太好了，哎，这样就讲定喽。胡志威，你是一个好朋友啊，那你们呢也都是好同学。那从今天开始，阿姨就把阿松交给你们喽，好不好？拜托，谢谢，我会很感谢你们。那我去上班了哈，加油，新台湾之子，耶！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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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为什么我没有？哦，印尼耶，你暗恋他哦。哎呦，外劳跟外劳结婚，以后可以生小外劳哎。你不要乱讲话啦！我哪有乱讲啊？他妈是越南人，你妈是印尼人，啊，这不都是外劳吗？胡志辉，你干嘛帮这样的人呢？没关系啊，反正大家都同学啊。哎，潘旭初，对吼，你妈也是印尼外劳哎。我妈就是我妈，不是印尼外劳。哦，哎，中国强，你妈是大陆新娘，也算外劳。哦，难怪你们4个人感情那么好。我看你们可以去组个外劳联盟，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不错哈。你还不觉得外劳联盟还蛮酷的吗？还是你们要叫外劳联合国啊？你在干嘛？你们在干嘛？怎样？你帮他是不是？河东桥没干嘛，干嘛这样用他？不是，这没关系啊，让我们翻啊，你照他啊。我觉得你不用这样吧。志辉真的没关系啊。过分，这样不爽是不是？印尼外劳看什么看啊？过来剪一剪。叫你过来剪，听不懂哦，快去剪呐！哟，越南外劳一起，夫妻情深呐。哼，对，你也是外劳，你叫不上来捡垃圾，捡一捡呢。妈呀！好，今天考试了。为了劫富济贫，抵抗外敌，我们3人决定团结一心，结为异姓兄弟。我胡志飞，我何东强，我潘佑楚，我做嘛敢会总在参加？因比问的什么啊？骂你鬼听的。唔好吵啦！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日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同日死。你个囡仔，天样可以按钮做的，应该冇唔错啦。3个诸葛亮胜过1个臭皮匠。啊？嘿，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张臭啊？差唔多啦。今日就去拜，为做嘛解啊？
做好事情，天数你啊！伊也着买发扬公台本片的演亚杂团体。给我去做嘛该？别先天数阿强开始。啊，内幕上天数阿强啊！阿强给种做食材很歹哦。其凊彩讲讲的啦，其实今年以后，研究考啊天数记啦。做嘛该听从的天数记？系啊，你做嘛该听从的天数记？咱唔迄听从的天数记啦。不过答应你个事情就会做到啊。好啦，研究考啊去天数记啦。好啦好啦，反正顺路。紧咯。凊彩凊彩。哦，做嘛该要慢慢来啦。唔要把唔样记。今日老牛加油好咧。喂，有咩坑嘛？看嘛该？哈，看不清楚了。哎呦，听说有迄林议员呐。哦，你真经动变态呢？哪来啦？伫迄篮球吹总的起啦呢？人讲，乃注意动久的，佢根本无男朋友。明明就有。希望会去困啊，落去啊！伫假片啊！太球的美伫假片，惊着明明就迄男朋友啊！慢人讲呢，林有云就伫上好肯听听好无？家婆的，全教拄伫的事情，红我靠听咯。记着根本无空啊！唔看，林有云根本无肯记，来注意动都摆咧。Hả? Đang đi ăn cơm với bạn trai hả? Ê, Nhi ơi hôm nay à? Bạn bè biết người ta. Mai đi chơi không? Chị tới chỗ cũ gặp nha. Ta đang chuẩn bị về nhà. Chồng tao hối quá trời luôn nè. Vậy thôi ha. Bye bye. 阿姨 J， 怎么了？你有看过里头的女人吗？她也是越南人。她是我妈妈。我是说她叫什么名字？阮秀兰。这张照片好久了，我这样看不出来。不过秀兰这个名字有听过的感觉。我会帮你问我们越南姐妹。你电话给我，如果问到我会跟你说。可是我没手机耶，家里的话我怕我爸爸会接到。没关系，前面转角的那个越南商店是我家，过2天你去那里找我。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家们，拜拜。谢谢。这样哪认得出来？就是说。好了，不要讲，我们赶紧走啊，快点，快点。向国旗，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校长要在这里介绍3位同学给大家认识。你们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真正实现这句话的3位同学就在我们学校。潘旭初、何东强、胡志辉。我们要颁发奖状给这3位同学。热心助人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们3个人风雨无阻了，每天上下学接送班上一位需要帮助的同学。也许你觉得这没有什么，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但是偶尔做一次显得稀奇，但持之以恒的帮助才是真正令人感动的。担任这位同学的守护者，这
样的精神，就值得我们大家在这里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希望本校同学可以借由这3位同学的精神为标杆，将我们的社会推向真善美的境界。来，方继同学，谢谢校长。来，何东强同学，谢谢校长。来，智慧同学，谢谢校长。经理，谢谢校长。林如云，快来，我操了！什么白痴？这很厉害。我比你厉害，好不好？我比你多一个字。你不懂。太夸张了，他们得奖太夸张了。这同学扯爆了，对，保持形象。对，那你看一下，讲都非常像，还在看你快点啊！好机会。还在看你啊！看呐，看一下吧就没机会了。不要一直吵了。你真打哦！好，来阴的是不是？靠腰。有人拿奖状回来了，得意的嘞，哼，也不想想看，要不是因为我啊，哪有办法得到这奖状哎？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明明是他们帮你的哎。关你屁事啊！印尼外劳。我们看到阿叔，不要这样讲嘛。亲自颁发的。小燕她也平时都常常帮你啊，这种奖状她也应该有。哼，外劳哦，当佣人是应该的，他有什么资格得奖状啊？笑死人了！哼。哎，你真的太过分了！你关屁事啊！上次不小心的。明明就是你们把他椅子拉倒，他才会这样的。哪只眼一看到10万的？我家的是手飞天的啦！干你娘嘞！不要打了啦！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啦！来批这啦！你哋唔使骗我啦，来天天嚟走，当家就走得走耍咧。来条哪有骗嘛？弹球迄题可跳难。先生有冇看到？唔看，阿富记阿条根本就唔会走啊！那我不要跑了。带他先生看到你跳难，唔得就惨的啦。讲法了。先生有冇会知道？来讲法了。唔过还要做就冇听错了。让人哦。因为那黑班长啊，拜拜。行走啦，你无想要骗你。原了一行长走无？冇上过呐。扮上头好拄欺负，你用都唔欠哦。发现记得还可以用欺负我啊！记得我来做嘛开，来做最好的啊！反正我没动好变数。嘿冇安尼，我给你留3节课，可能就看有没有被你欺负啊。无用啦。来着，要迄本人欺负啊！还唔过唔要洗妹呢。继续让我当作洗来的啊！做唔得啦！哎，派好出的。哇，你男朋友这么帅又这么会打球，哪有？不要乱讲啦！在干嘛？林如云啊！变态哦！什么变态？这是真爱！闭嘴啦！你我吵。你拍什么拍啊？你有经过我同意吗？怎么？他啊，
整天跟着我偷拍，阴魂不散。你干什么啦？还来啦！还来啦！密码多少？你先还他啦。我会还啊，密码给我，删了照片就还，不然我就把手机摔烂。0305。你这样很恶心呢，还用我生日当密码。下一次你再偷拍我女朋友，就不是删照片这么简单。你怎么个想嘞？你都有男朋友嘞？唔像唔过太巧的啦。太巧按到冇朋友，又冇单枪领露营，做嘛该爱老气强啊？你当然到啊！唔对什么诶，都中意这种型的哦。来某啊，来中医邻家女孩，像桂纶镁一样啊。那不唔好骗人啊！听错，用眼啊！好冇？皮包诶，拍啲。诶，给你吧诶。给谁会黑骂你啊？哇，คนOK。狐狸精。有。下個行進行到嚟操場做嘛？我當然做呢。300码狐狸精贱女人！有，你真係想神唔公嘅啊！講個麻煩，我做你啦。誰啊？是你不是到目前啊，你是你。有朋友懂得你的親姐。不要講咁下嘴，你真係想神唔公嘅啊！姚書慧，等下，狐狸精，姚書慧，你真係想食狐狸精？不要臉了啦！很賺，賺一隻奇怪。來打我！你姚書慧，你等我。这个，没事。哎呀，你那么凶干嘛？疯子，开玩笑而已嘛。是不是安慰好？哎呦，呀，开心点嘛。开心点干什么？唔该嘿。阿姨，请问你有帮我问到吗？哎呦，开心点嘛！开心点干什么？唔该嘿。阿姨，请问你有帮我问到吗？这个给你。谢谢，感恩。不会，谢谢。给嘛。那么一个梯子。真给你哦。嗯。你要去找啊。嗯。走吧。走。走吧。来，了解本日灯色。帮忙安置谁？安置谁？母丢母爱吃，跟奶吃贴的哦。你丢这么干啊？你还没正经都无转来过。公鸭这么干啦？那爸讲呢，一出生无记救，伊就下走了。你会想伊吗？嗯。你想老去见面吗？嗯。志飞，开听电话啦，因着做咧评迄青年妹啊。错啊，因去用你的。志飞，你做地评来转去看看啦，两个人。好啊。今年要去？还没去。
娘妹要陪你出去哦。伊行转去做怪来的啦。唔知迄怪来的。我第一开始。你阿爸当冲我地步看呢？阿妹呢？妹冇看到呢。芬芳，有对我看哦，芬芳。爸子，妞哎，哈，娘老公吼带着小三对个妹放身边啦，结结离啦。有本你看到嘿啦，结结离啦，哎，结结离啦。老有过，等下，我哪还有东西？哎，用板哦，用板哦，离啊。我冇去咧，哎呦，做唔得事情，严重啦，我去啦，严重啦，行你啦，等一下啦，法子，去大摆酒安尼啦，那讲要讲过咧，吵要吵过咧，其还安尼，刚做表记同老板跟小三让好过日子哦，谁呢有怪就好了呀，记哦，记有拿钱赚来就好了，其他嘅哦。我不管了。娘害有娘没老唔懂，娘爸就没请娘麻烦嘞。那爸唔会请哪麻烦啊？佢连副卡都冇转。你有冇按用？你有冇按用？那妹唔会老佢吵，根本冇人管佢啊。好啦，我去讲的啦，那先你去啊。好。拜拜。拜拜。拜拜。落去啦。哎，你知道东强家妹东吹过嘿？嗯。佢用对调阿爸按用对记啊。哎，志飞，你妈个时间要去请娘妹，爱拼。张坤啊。哦。妈，妞呢？没事啊。你功课写好吗？写好诶。先生忙啊。嗯。忙。给我不用睡，哈。等下洗好先。我泡你呢，不用你点烘，记得吃咯。志飞，天老将矮啊！离婚算了啦，按用根本就冇意思。迄讲记着离婚，
你要听阿爸，还是阿妹啊？阿妹啊，阿爸按狗毛哎，阿爸根本就瞎眼睛。那女人真的是哦，300码福利金。那去啦。哦，你还帮我洗哦？按自洗啦。含款的多啊，得摕啦，得摕啦。哦。怎么该谈你的事情不会按麻烦？你真好，没有这种问题。哪有几好？错啦。迄伫娘妹伫哪啊？今日阿姨讲，伊咧传堂做事。迄乌的亲戚总来哦。毋过迄讲娘妹总来，当恁严家，毋免违同犯。判决书上线嘞。他把照片换成林如云的，家婆的真经懂变态呢。潘同学，安瑶，早安。早。怎么今天只有你啊？其他人嘞？不知道哎，他们可能睡过头了吧？这样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记得午饭之后一定要叫阿松吃药，他咳嗽好久都没好哎。阿姨，你放心，我绝对会喂他吃药的。谢谢。我才不要吃药嘞！随便啦，反正咳嗽的又不是我。每次跟你讲什么，你都跟我说不要，真不知道没有我，以后谁要照顾你？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啊。最好是，要是没有你这些好朋友，你连骑楼都出不去。谁说的？我说的啦。同学，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你们学校电梯到底修好没啊？可能还没吧。你们学校很奇怪哎，为什么修一个电梯可以修那么久啊？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们哈，你们哦，好人会好好报。他们还记得大功，不止加分，校长还颁奖给他们哎。真的啊，恭喜哦！拜托，根本就是被他们赚到了，好不好？你讲的是什么话啊？人家每天接送你很辛苦哎，你有没有跟人家说谢谢？谢谢这种东西是要放在心里的，说出来就不是真的啦。你哪来那么多歪理呀？闭嘴啦！好了，妈，你赶快去上班啦。反正越南会他们等一下就来了。同学，谢谢喽。阿姨再见。拜拜。拜拜。你们怎么迟到？领了奖状开始偷懒了哟。没有了，对不起。快点了。都迟到了，动作还不快一点？走，慢吞吞的。等一下。举起没？小心一点班啊。好，1、2、3。出点力吧，又不是第一次搬。喂，你们小心一点啊！轮椅要是摔坏，你们赔不起啊。好，对不起啊。几个外劳笨手笨脚的，搬那点东西又不会，搞不懂你们到底有什么用哎。送给你。这什么鬼东西呀？那送我，你要看我要不要吧？哇，有礼物，就看。哇，是爱我，哎呦，超好。没有啦。谁送你的？是不是隔壁班有爱着你？没有啦。超好，微笑嘛。没有，不知道啦。确定？不是。是不是隔壁班那个阮世文？哎呀，不要问了啦。
哎，何东强，你怎么还在这里？哦，有点不舒服，发烧，我跟老师请假。哦，那你还好吧？哦，我爸跟我妈就是吵架啊，书都读不完了，干脆离婚啊！哎，你们怎么还在这啊？老师在点名了，还不快一点？哦，好啊，走吧。等一下，带我一起去上体育课。不好吧？到时候被打到或是被撞到的话。找什么借口啊？你们是不是电梯坏了就不想帮我搬？而且，如果你们带我一起去上体育课的话，这样你们就有迟到的理由啦。好吧。钟国强，是不会来帮忙了，还坐着。好啦，我来帮忙了。胖子明明就不想上课，装什么爱运动？哦！哇！暂停一下啦，我绑一下鞋带。哦，绑什么鞋带啊？岳南辉，现在帮我抬啦，不要管他了。哦，麻烦哦，快点啦！点啦，你们讲，我数1、2、3之后才。你们快一点好不好？好，很慢呢，还要快一点啦！暂停一下啦，我绑一下鞋带。哦，绑什么鞋带啊？岳南辉，现在帮我抬啦，不要管他了。哦，麻烦哦，快点啦！那你们讲，我数1、2、3之后才。你们快一点好不好？好，很慢呢，还要快一点啦！多想验死还不出去啊？子飞，我来嘞。啊。发货之前你再清点一下喽。哦。一比咖比。哦。热美式。多少钱啊？50啊。子飞，你看，何东強愛結婚的呢？為什麼？唔知。哦，咁好。安子說，子飛，你做啲老眼聽書冇？我叫我來台灣做生意，佢唔曉講中文，唔做啲老幾聽書冇？做翻譯，嘅錢的問題，唔行啦。係講，我來上班，做大本捱。怎講？我是無限。嘅，我先來去哦。
哎，宝贝，嗯，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婚礼场地啊？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过呢？一般婚宴的户外场地其实都差不多啊，不用特别去看，没有关系的。不行，我不亲自看我不安心呢。是吗？哎，你有请婚庆公司吗？婚庆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人影呢？婚庆公司？对啊。啊，你不知道啊？哎，我国内的那些姐妹们，她们结婚的时候都要请婚庆公司帮她们去筹办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姐妹哦，她就是气球婚礼，还有一个姐妹是玫瑰花婚礼，我打算弄成粉红色婚礼。一般结婚时候都会请婚庆公司的吗？啊，你们难不成你们台湾这边不一样吗？有啊，我们都请好了，我弄好了，只不过我们这边叫做婚礼顾问。真的吗？嗯，好吧。真的。那就好了，晴晴，来一起来吃水果了。吃水果。好，谢谢妈。明天吃，我打个电话。好。妈，刚才我跟东台在外面讲，我们已经请了婚礼顾问了。你知道吗？我在国内的朋友，姐妹们，她们的婚礼顾问都超厉害。他们有一次给她办了一个玫瑰式的，另外一个朋友还有什么 Hello Kitty 主题的，还有什么气球主题，超浪漫的，我都看了感动死了。晴晴啊，什么婚礼顾问啊？爸爸啊，大大小小的红白场在地方上办了少说也有几百场啊！自己的儿子婚礼，我当然亲力亲为呀，我一定不会丢脸，不会失面子的。爸妈，但我还是想自己参与自己的婚礼。晴晴啊，我要跟你讲，我们这里念的是《论语》《孟子》，写的是繁体字，真正的台湾文化就在这里。我们何家在地方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只要安静地嫁过来，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啊，就这样。是啦，晴晴啊，我们只有东强这么一个儿子啊，一定会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啊，你放心。虽然我很尊重台湾的文化，但是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想自己参与自己的婚礼。所以东强已经请了婚礼顾问了。我来不是讲呢，阿弟，你来后生影响去干咩啊？啊，冇插手做定喎，啊？我做拍工嘅，我落嘅啦，冇好嘅。没事，他常这样，随他去啦。对。来吃水果啊！好，吃嘛吃。好。没用的哈，一听安尼讲法嘿，佢就生人的啊，一听安尼哦。听没人脏货嘅，也几片用也是问题啦。啊，俺个妇女都要变攀呢，我做阿爸呢，阿爸心态呢，妇女顾问，我做个妇女顾问啊，听没脏货嘅，讲嘛都太流氓杂个。太流氓了啊！你就存一种做一天天啦，然后迄烂事讲呀。爸，晴晴迄爱不用的，迄讲唔行迄样的，爱就天天赚去送货，婚礼面不是攀的。哎呦，今天是鸟，我套是唔叫人家来啊？我赚送货，等于我广播牌啊，听一下，系嘛？啊？好嘞啦，安尼样个嘛呢？我你糖豆。要从婚礼都很难啊，妹妹的。你要他做阿爸，有天数马改吗？你出风头还要做什么？哎呦，讲国语啊，嘿啊，我蛮高兴，很先高矮啊，算是啊，算出来算啊，你从这生癌壮癌，用癌，吼，生发费不息费，啊，算出来算好嘞啦，好嘞啦，亮子呀，吵到安呢，粉丝儿娘攀下去呢。仲讲一啲啦，今日都来，好了。清清楚的呀，我讲的啦。哎呀，冇好啦，出来就出来。老公，虽然我听不懂为什么你跟爸妈在吵架，那不希望是因为我而引起。毕竟我以后还要叫他们爸妈呢，弄僵了多尴尬。没关系啦，反正我爸他就是那个样子，从小跟他就不好。好了啦，我不需要请什么婚礼顾问了，我也不需要气球婚礼，我也不要玫瑰花婚礼。我只要跟你踏踏实实一辈子在一起。
毕竟婚姻是一辈子啊。你说真的吗？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是 garden wedding 哦。Garden wedding， 我保证。Yeah。而且要有乐队的那种。好。我还有好多好多玫瑰花。玫瑰花？对啊，因为玫瑰代表爱情啊，代表你一辈子不变的爱情。当然可以啊，谁叫你是爱人呢？爱你。爱你。Baik, Taiwan, kami sudah mengirimkan surat-surat yang Anda perlukan. Kita hanya tinggal butuh Taiwan untuk konfirmasi lebih lagi. Terima kasih. Very good. Akhirnya lewat sebagian masalah. Meeting sampai di sini. Besok kita lanjut. Dismiss. Ngày đó tôi hơi lời sòng bạn nè. Một sòng đồ. Hay lời say nói à?抢了多钱呢？係錢嘅問題，還係唔想來外公上班啊？沒啦，我今日做唔好。講做唔好就上馬後啊！我還不是一天到晚被我舅舅罵，要怎麼錯，該怎麼錯。我們這代啊，在他們的眼中比草莓族還開朗。不過我們自己知道不是就好了。子飛，唔愛再過上課那麼？唔是啦，真係多謝，我先落去。唔掂啊！我算過日下嘅虧少，再加上下冇那麼錢，總下加起來，就算我老差也買提咩唔啦。行不卡沒多錢嘿，你幾出啦？本金沒加出，我喊拜愛娘嘅做人啊。跟行不卡咧，我攞人聽出嚟。阿福卡根本就冇買嘅錢好冇，我把電腦杯係欠人眼到，想到就火錯。你看要怎樣哎？要是要提成冇？20萬呢？我老唔講啦，啊投資這個神通嘅事情，因為說咩算得貨係冇？Good。哎，告訴我，你做的將來冇？我又冇做些，哪有錢講？你有冇謠言冇？冇啊，哎唔是啦，我迄記得我用錢，講冇幾久，我就做得飯呢。哦。給買有錢買設備咯，一生20萬呢。讓我沒不本愛啊。我問哦，一擺你有發貼嘅本領錄用冇？我把老夾把當好，當然會啊。哦。係。佢都家人嘅，唔好個反擊嘅啦。我哪會去反擊啊？我本叫 healthy 啊。healthy 嘛解啊？healthy 嘅頭擺就唔會肥啊。哦，你懂阿達的。因為阿達啦，我老唔講，我要見阿做嘅事情，我就本來去改越老越好，我就本看到我就 healthy。好，唔聽就好啦。好啦，就要神你了，你走了。
边谈了2年多，他的家人一直不愿意出面照顾他，常常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甚至还消失了。他的背景很复杂，10几年来常常换地址跟工作。前阵子来医院找他的人也都奇奇怪怪的，有个男朋友，但似乎也不是什么正派的人。后来社福单位查到他有个儿子，所以我知道他生下你之后就离开你们，也没有太联络你们，而且他一直在昏迷状态，根本不认得你。如果你不想负担他，我们也可以理解。只要办一些手续就好。我就在外面柜台。要不是我动用黑白两道势力啊，爸，等你自己想说实话的时候，你再来找，不然婚也不用结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哪一点赢我？你讲嘛，该讲清楚来。跟乐视送就会出啊。我讲没有出经验，种来马上就喊家长就开，错嘛？你就弄都关师费啊？黑某，我一关5哦。嘛该3剑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屁嘞，谁为我？做就唔上天数期的。事情就会发生哎。师傅，